來關心天氣的消息，今仔日呢，全台灣各地其實溫度攏真懸。氣象署是表示講，新北市、花蓮也閣有中南部外山區的所在，可能是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因為台東嘛有可能會透燒風。另外，即馬佇菲律賓海面的熱帶擾動呢，有過即個拜五甲拜六，會按台灣南邊的海面來通過，時到咱台灣東半部甲恆春地區可能嘛會落陣雨。受到西南風沉降作用的影響，拜二台灣各地溫度攏真懸。氣象署表示，新北市、花蓮縣和中南部外山的地區有可能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台東嘛有可能會吹火燒風。另外，過道的對流的作用會較明顯，台北地區和西北部地區攏有可能會落西北雨。菲律賓東方海面這一區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雲系正在發展。預計未來這裡可能會有新的熱帶性低氣壓逐漸形成。那這個熱帶性低氣壓預計未來會逐漸的朝巴士海峽到呂宋島的北方這個方向移動，那再通過東沙島附近海面往廣東方向移動。氣象署指出，拜三到拜五受到太平洋高壓變強的影響，各地天氣大部分都是多雲到好天。北部和東北部地區過道有可能會落西北雨，因為拜六禮拜東邊的水汽增加，東北部和恆春地區可能會落短暫的陣雨。明天後天各地在山區還是有一些午後雷陣雨，那在平地的部分降雨的範圍跟今天比起來會稍微減少一些，主要是桃園以北、南投以及雲林以南比較靠近山邊的一些部分平地，也要留意午後雷陣雨。氣象署講，目前在菲律賓東邊海面的熱帶擾動，未來有可能會形成熱帶性低氣壓，預估會在這個拜五、拜六按台灣南方的海面通過，時到有可能會替東北部和恆春地區帶來水汽。不過實際上的發展，也是要繼續觀察。記者桂宗林、林飄凱台北報道。